今日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6年4月1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4篇，约拿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，马太福音12章38节到4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新约。咱睇到着耶稣基督捌面对遐个敢若想要求新约的人来受气。讲因是一个邪恶甲淫乱的世代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人毋是咧求上帝的道路，乃是咧借着求新约，要来试探耶稣基督。后来耶稣基督就讲，除了约拿的新约以外，无搁再有新约互因看。新约伫英文来讲叫做 miracle。但是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是 sign， 迄个记号。这是咧讲上帝作为的一个记号，代表上帝的记号啦吼。伫表面来看，咱看到大鱼将约拿吞入去伫腹肚底，3日了后，上帝命令大鱼将约拿给吐出来。照耶稣基督的讲法，这个代志来预表着伊将来要亲像约拿共款死3天了后搁活。但是这中间阁有一个真大的记号，就是伫迄个死亡的权柄的下面，上帝的保守，经历着3天的死亡这个死亡无用赢过搁活的权柄。约拿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，约拿伫鱼的腹肚底对上主伊的上帝祈祷讲：我伫危急的时求叫上主伊有应我，我对阴间上深的所在哀叫，你有听到？你甲我迄落深海，到伫海底，大水为我，你的波浪，你的大涌砍我。我想你对你的面前甲我赶走，我要安怎才会当搁看到你的圣殿？我雨水急甲要无命，深渊围困我，海草颠掉我的头壳。我沉落去到伫山的根基，地的门串永远甲我串地。毋过上主我的上帝，你有救我的性命脱离死亡。互我的性命强要无去的时，我想起上主，我会祈祷进入你的圣殿，到伫你的面前。所有轻佻无路用的偶像的人，其实因对你的忠诚，总是我要用感恩的声做祭献互你，声我下的愿。拯救是对上主来，上主就命令迄尾鱼甲约拿吐伫陆地。伫鱼腹肚底，约拿犹原甲上帝对话，向上帝祈求，并且决志要来顺服上帝的差遣。也好那亲像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伊见证搁活基督的时阵，伊讲：是啊，你的胜利伫叨位？是啊，你的毒刺伫叨位？死的毒刺是罪的威力是对律法来。感谢上帝，伊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互咱得到胜利。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来试探耶稣求新约，耶稣就说明真明白来甲因讲，除了约拿的事件以外，无阁有会当称作新约的。更明白来讲，只有耶稣基督的搁活，才会通称作上帝的记号，因为无有别的拯救。马太福音12章38节到42节，迄时有过来经学教师甲法利赛派的人对耶稣讲：老师，阮爱你行一个新约互阮看。耶稣因讲，邪恶奸淫的世代要求新约，毋过先知约拿的新约以外，无阁有新约互因。亲像约拿3暝3日伫大鱼的腹肚底，人子嘛要安尼3暝3日伫地深的所在。伫审判的时，尼尼微人会甲这个世代的人做伙起来，
甲这个世代人定罪，因为年年米人听到约纳传道了后，就拢有悔改。恁看，有比约纳更较伟大的伫遮。伫审判的时，南方的女王会甲这世代人做伙起来，甲这世代人定罪，因为伊有对地的骨头来听所罗门智慧的话。你看，有比所罗门更较伟大的伫遮。诗篇114篇，以色列人出埃及，雅各后代离开话语无常的人民。迄时犹大诚做伊的圣所，以色列人诚做伊的国度。大海看见就逃走，约旦河就倒流。大山亲像羊羔着跳，小山嘛亲像羊仔囝跳来跳去。大海啊，你是安怎逃走？约旦河啊，你是安怎倒流？大山啊，你是安怎亲像羊羔着跳？小山啊，你是安怎亲像羊仔囝跳来跳去？大地啊，你见着主的面，见着雅各的上帝的面的时，就皮皮喘。伊互石盘变成做水池，互石岩变成做水泉。感谢主将各我的救恩赏赐互阮，互阮会当对耶稣基督的救我看见上帝的记号以及恩典。求主帮助阮行伫正道顶悬，积极来追求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生命求。阿门。